资深艺人康龙位于三重的住处去年1月发生火警，康龙的妻子因伤势过重，送医急救人回天乏术，不料事隔1年多，今13日早传出康龙38岁的儿子疑似精神恍惚，在住家1楼点火引燃一部机车的左手把，所幸附近民众及时发现，才没酿成大祸。康龙的儿子目前已被移送法办。据了解，三重区永福街某栋公寓楼下，警方今天早上7点30分左右接获民众报案，疑似有男子纵火。警方赶到现场后，发现一辆机车的左手把手套被烧毁。附近居民指认是一名住在楼上的郑姓男子所为。目击者表示，看见他正在用打火机引燃火势时，便大声呵斥制止对方。不料郑男却装没事，径自离开，让目击者相当傻眼，赶紧扑灭火势，并报警处理。警方到场后，郑姓男子呆坐在楼梯间，不发一语。员警发现他右手手掌有烧焦伤，也在他身上发现作案用的打火机。员警见郑男眼神恍惚，无法交代事发经过，因此将他带回警局侦讯。监视人员事后在现场采集到纵火机证，再加上监视器画面，目击民众指认。警方表示，郑男有毒品、毁损伤害前科，怀疑他吸毒后精神恍惚才会纵火。讯后已将他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。据 ETtoday 报道，康龙的儿子过去因染上毒品，今年初才刚出狱，不过疑似毒瘾又发作，才会犯下纵火案。好不容易从丧妻之痛慢慢走出来，如今儿子又出事，康龙只能无奈地说我也没办法，并表示全交由警方处理。